Hello， 欢迎收看《Go Go 共学吧》，我是敏华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呢？这边的装置艺术真的超级有特色的，这些呢都是很多的萨给斯他们的作品哦。而我说到的萨给斯就是设计师了。那今天 Go Go 直击就要带你直击萨给斯，那我们要直击谁呢？就是萧清扬大师喽，走了。这个大型的艺术品就是萨给斯萧清扬最近的创作。找来很多艺术家添塑，这回要把这座大型的艺术品再度带到美国火人祭，展出属于台湾的美学艺术。萧清扬是萨给斯，也是艺术家。萧大师，萨给斯还有我们的艺术家要怎么区分呢？萨给斯做的事情呢，通常就是完成的作品会变成销售啊、买卖的行为。那若是艺术家呢，他就是不计酬劳，做自己开心的事情。有这些艺术家的天素，让创作可以顺利完成。只是大家很好奇，到底萨给斯的创作灵感来自哪里呢？萧清扬说，生活就是灵感。像是最近的他，就爱上了修理60年代的老古董。别小看修理老铁马的工作，这可是让他创作了很多复古风的萨给。你们到底灵感来源怎么来呀？灵感来源，你蹲马桶，你在街上走，你在吃饭，随时都是。但运动的时候锻炼体力，但脑袋就可以放空，想构想，你知道吗？跑一场马拉松，如果42公里，那就可以5个钟头想很多的构想。懂你跟梦想黑做萨给斯，所以萧清扬也给建议。他说呢，只要用心看台湾，就能够设计出独一无二的作品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萧清扬老师也是我的崇拜的偶像哎，他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哟。萧老师有在学客家话吗？没关系，我们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设计师，萨给斯，萨给斯。第二个呢，来看到就是帮忙，添塑，添塑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，就是很多人的梦想是当设计师。懂你的梦想，去做设计师。懂你的梦想，去做设计师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希望大家想做设计师的人都可以跟萧清扬老师一样杰出喽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